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毒贩加入舞台是法院二审定为食毒食甲失去理智，无毒判断，所以该判无罪。中华的无证总采检风波，但市长认为讲要采检是会使，不过爱通报。苏贞昌也认为讲全国爱有共一个标准。受到美国有要禁止华为行为，大股今仔是大波，风声国安基金进场护盘，落尾也是落416点。中华关卫生局日前主动采检在家检疫，却无出现症状的少年人，颠倒去验到武汉肺炎。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表示讲，针对着中华家己去做采检，伊并无反对，但是无应该无通报就去执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处理疫情全国爱有共一个标准，调查也只是想要了解代志的前因后果。出席 COVID-19 的防疫感恩大会，卫福部长陈时中向医护人员致敬，也毋过外界关注的焦点有缘为伫中华关卫生局因为主动采检无症状伫厝检疫少年确诊所引起的逆时钟争议。当你筛检之后，会筛检出比较多的病人，但是剩下的可能的病人就会松懈了。当然，这些都所有的程序，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了。陈时中表示，会以调查来定现事实，另外体检费用只要符合规定，就会由中央承担。等于要追回经费的可能性增加。现场出席防疫感恩大会的副总统大清德，虽然无点出中华体检事件，却伫致辞的时阵引用 SARS 期间中央电信无共调的代志。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态相挺，认为处理疫情一定爱全国合步。防疫能够做得好，就是中央地方一条心，同时不能乱了套。我们支持陈时中部长指挥官去了解，那这个了解是了解整个过程，了解有没有照着整个 SOP 做法，以及了解经费应用情形，这不是在查贪赌。早伫早起的公布访问时，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已经强调，是因为中华关卫生局过去半年来，先自体无症状的基础检疫者采检人数超过100人，可能情绪出问题，才会请政府单位介入调查。让我们都不知道而做，那坦白讲，那在防疫上面是会有问题。是我身上挂满了箭靶嘛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讲过这句话，现在只不过箭射过来而已了哈。陈时中讲，家己身上早已经挂满剂备，也毋过伊认为疫情指挥中心开设了后，地方就应该按照中央授权去做，因为指挥中心爱掌握所有的情况，才会当作为防疫参考。另外，民众入境来台的体检数据，指挥中心强调，会继续关注高风险国家地区，目前暂时无调整入境体检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华关卫生局，毋但有无症状的采检风波，政府变出一层对外国回来姊妹仔，叫因爱家己去病院采检，是真好加在一对姊妹仔拢是阴性的。毋过去到病院采检，若准有带病，这有可能变作是防疫的空棒。中华关卫生局8月验出为美国回来台湾居家检疫的少年患着武汉肺炎，中央启动政府单位调查。院长王惠美也表示支持，不过同款为美国回来生病的姊妹啊，嘛伫居家检疫期间接受采检，煞烦恼家己变做防疫空棒。原本以为是这样，现在才知道是只有彰化县这样子而已，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那个错是没有错。对啊，对的话就是出发点是为我们好的。姊妹啊，2个人拢伫美国读册，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只伫4月24回来台湾。不过第2次接到电话，请伊2月去采检。小妹是5月14回来台湾，伫10月接到中华关卫生局的电话，19去采检。虽然2个人的结果拢是阴性，不过过程无卫生局的接送，甚至爱家己去病院。他有问说有没有家人可以接，然后我说可是家人可能要上班没有办法，他就说那你会骑摩托车可以自己去吗？这样，那如果真的确诊的话，那风险也是很大。姊妹仔讲，俩做是回来台湾，民众拢爱采检，才会接受。不过过程真烦恼，会为着其他的人增加风险。中华关卫生局长叶彦别表示讲，过程拢是按中央的规定，专程挂喙暗，嘛无坐台中运输工具。我们就是在地方速度快一点，把这些事情赶快做好，那中央会给我们协助跟指导啊。中央它也是没有很完全的一个这个法则下来嘛，我们都会彰化县政府绝对配合中央防疫中心，他们的规定怎么规定，我们就绝对怎么办的。中华关卫生局表示讲，照指挥中心的统计，居家检疫个案就以采检使用交通工具、亲友接送，还有家己驶车是为主，而且占1半以上。
精准采检的对象包括机构检疫者，有通报中央，而且冇建立档案，符合中央的机制。不过去病院的过程敢有变做防疫空棚，中央含地方的看法是无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16年的美浓大地震造成台南维管金融大楼倒去，这场灾难有115人死亡，一寡受灾户甲家属当中有128人，因做伙甲建商以及着建筑师等人提告。台南地方法院伫今仔日一审宣判，判建商爱赔人4亿5千万。即阵天摇地动，台南永安区的维管金融大楼就安尼倒去，造成115人罹难。也毋过这并毋是单纯的天灾，维管负责人林明辉等人是偷工减料，所影响大楼结构安全。灾户甲家属对相关人员提出6件民事求偿甲国赔案，其中透过法扶基金会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台南地院判决出来。维管大楼因结构计算、绘制建筑设计图及施工、监造等错误与缺失发生倒塌，本院判准128名原告的金额合计为3亿5千余万元，惩罚性赔偿金本院判准合计是1亿余元。原本灾户甲家属要求赔偿金额是49亿9971万元，即卖一审判准金额包含天发性的赔偿只有4.5亿元。灾户无奈却只会当接受，也表示绝不原谅互家己家破人亡建商。我们接受了，因为再怎么样我们也斗不过法律。虽然跟我们原来请求金额是有一段落差，但是被告等人其实没有资历，根本不可能付得起。就算法院判决了4.5亿，其实也不可能付得起。台南市长黄伟哲接到消息了后表示，虽然赔偿金不如灾民有期，而且业者可能付不出赔偿金，也毋过至少是实现正义的第一步。台南市政府将会继续运用部分善款对灾户做心灵补偿。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着咱台湾的股市。美国宣布要加强对华为禁令，虽有风声讲供应链会减少订单，但拄好伫今仔日开盘就受到影响。华为概念股是跌真济，连台积电、鸿海、联发科等等也拢是对日落。落尾有风声讲国安基金进场护盘，则互台股无落协低，落尾也是落416点。美国扩大封杀华为，加上美中贸易战进行压悬，连带影响台北股市指数一路走低，盘中大落600点，改写今年3月19落537点的纪录，嘛是5个月以来落上济。传出伫国安基金一场护盘之下，尾盘有落较少，中场落416点，收伫12362.64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3468.16亿。美国联总会对未来的经济看法也是相对不是很乐观。另外，美国总统也是无限期推迟跟中国大陆高层的对话。另外，我觉得可能也是国际连锁的反应，国安基金还是会密切关注国内外的股市。早盘8大类股拢落，其中电子族群出现卖压，包括台积电、鸿海、大立光等等大型宽达股全面翻乌。尤其华为新的禁令，短期对联发科不利，盘中目强要盘定，落破600块，也若大立光嘛当落超过7%。台积电今天大概跌了2.9%嘛，用它市值算是一天蒸发掉3000多亿台币的市值了。如果美股很明显又往下修正，它会形成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状况，那台股可能往下修的可能性比较大。面对华为供应链大落，引发台股马落，财经专家认为讲，这对最近起真济电子股来讲，短期利空被冻点。短期之间股价会在低档调整。这一次产业链的这种修正就代表台湾的供应链呢正要从中国要撤出，整个电子产业的调整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大。也若经济部发布7月份外销的订单455.7亿的美金，创下这侪年来同月份的新高，增加的幅度嘛创下2011年以来7月份起上济。其中电子产品7月份外销订单金额132.5亿的美金，创下过一个月的新高。经济部认为讲，今年上季应该是伫第2季就会结束。今年外销的订单敢是会当转做正成长，要着爱看新兴科技的需求，敢是要真济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所建制瑞研无人机，今仔日好亲像出现伫台东太麻里的天顶，有人伫咧要讲是伫咧监控东部海域。另外，中科院也伫东部海域进行飞弹试射。中国的解放军的情报船也出现，也互看做是要来收集咱的
军事证据。一只无人机日前出现伫咧台东太麻里的空隙，去互军事媒检判讲是中科院制造的瑞恩无人机 UAV。国军原本有32只，经过几啊届的事故，目前剩26只。因为中国军机最近真接出现伫咧台海4公里的海空隙，这只无人机敢是会因应情势进行东部海空的监控，军方是无愿意加讲啥。可能是针对台东或者花东海域，它有一些活动。那事实上来讲，也有可能它只是例行的飞行训练。你除了实际执行任务之外，你当然也要例行的训练，然后让这些人员能够熟悉它的操控啊。专家讲，瑞恩无人机一架会当飞10点钟，上紧的速度是1点钟180公里。海军去年就捌头一届公布瑞恩无人机伫咧东部外海侦测到解放军的电子侦察舰北极星号的相片。也若中科院最近伫咧东部海峡试射火炮，范围为屏东的高屏基地向宜兰花莲的海峡射击。中国情报船最近出现伫咧花莲外海，方认为可能甲收集飞弹参数有关系。海这边状况我们都能掌握，是这样子啊。解放军20发布海军某区独立支队，驻杭州舰、泰州舰、蚩州舰伫咧东海展开军演，模拟敌军飞弹拍过来，因射击干扰弹甲攻占火箭，展现火力。放出消息，反制顶一日美国军舰通过台海的行动。方位洞山后发现2批快速小目标，释放固定烟火筒，撞击点火。失踪不止，雷达跟踪好，报告。中国媒体也佫表示，解放军驻福建某一个防空旅导弹连疑似部署新型单兵防空导弹，因为巴基斯坦捌甲中国买了300个飞鹿16，用来对付印度的阿帕奇直升机。这架的飞鹿16，敢是针对台湾来的，引起大家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进前的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去做总统府秘书长了后，就风声讲要找王金平来做董事长。不过，王金平本人甲总统府拢驳回这件代志。总统府伫今仔日也宣布讲，现任的海基会副董事长柯胜雄代理海基会的董事长。海基会前董事长李大为8月初转任总统府秘书长了后，董事长会开到达播报。总统府20宣布将由现任宝集团董事长、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柯胜雄代理海基会董事长，将主持28个临时党干事会。没有，就是现在总要有人代理啊，这怎么简单？他是因为在代理的关系，我讲我就不宜在这个生活里面去讲一些话。那代理期间到11月3号。好，这是期满3个月。陆委会表示，若讲代理时间超过3个月，将果中部行政院柯胜雄2008年就担任海基会副董事长高达，也捌代理过董事长，对两岸事务会当讲非常的熟。另外，总统蔡英文办公室主任詹志宏将出任海基会秘书长。詹志宏捌参与两岸两会协商，佮是蔡总统国小的动物。总统是希望借重詹志宏先生对两岸事务的专业，注意未来海基会各项业务的推动跟发展。未来的董事长总统正在研议。总统府发言人黄中元有希望接詹志宏总统办公室主任的亏。另外，海基会董事长竞选，总统府强调保证当由总统建议。进前，北美媒体的报道，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将接任海基会，也毋过总统府甲王金平双双否认。王金平佫较讲是无影无迹无这件代志。另外，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捌被看作可能竞选。根据了解，总统希望找找有分量的人士担任海基会董事长，也毋过犹原无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路德的第一线，因为要做车路拓宽混块工程，对83年开始定售土地，有的人因兜已经互拆3摆，若准备到40公尺的标准，可能爱拆到第4摆。自救会也去到工程说明会来တင်情，希望政府把土地还互因。争先甲反对第一线拓宽的民众，伫咧公路总共办的拓宽评估说明会顶悬发生冲突。高雄路德区第一线沿线土地，伫咧民国83年，从以日本时代规划要拓宽到40公尺左右右小连线顶收。毋过27年以来，自好经过3届拆迁，第一线所干啊拓宽到即卖的25公尺。居民烦恼讲，后续搁要拆迁，厝整理好嘛是无菜，干来当坑咧。3次了，这次都拆4次了。真的很可怜了，我们台一线的有400-500户的居民没有，这个菜剩下我的家，
我家只有1米而已。公路总局第3拥护工程处第20水平会顶管水平的方案，包括高雄捷运落地延伸线的沿第1线路段来起。不过，这个方案若是定落来，第1线落地中山路段会面对第4届拆迁，影响沿路正8号徛街。自救会生活表示，以200号到800号双号牌影响上大。因为政府片面在先啊，他没有去履行这个这个土地道路保持现况的情况，这样已经拆迁的已经3次了，再搞下去有4次，第4次的话有300多户无家可归。公路总局出席的人员表示，说明会主要是要听看卖居民的意见，未随有结论，嘛无一定会拓宽。工程是延几啊档，地方发展甲基大款形成冲突，当地民代看到这个状况嘛，赶紧要求公路总局，无论敢是要拓宽，嘛拢应该赶紧做决议，才袂继续来造成居民困扰甲对立。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讲，2024年会完工的淡江大桥，未来也要放新历的过年烟火。有人认为讲，这是安尼做是等于甲101大楼的烟火伫咧车拼。台北市关团局也讲，101的烟火是无人会当代替。船头头设置8里的渡船头，外面是热过道的平常时，船顶游客坐满满，但天气真好来左岸佚佗。上船疫情之下，各路上机。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要启动8里流浪的评估案，规划伫渡船头连接到观音山、硬汉岭，超2公里长，初步估计工程费超19亿。不过沿线经过8里公墓，还有军事基地，必须先克服相关的问题。如果从观音山往巴黎这边坐缆车的话，它整个大自然的风貌是非常不错的。它不是交通运载的情形之下，那我们可能周边环境也要一并做改善。否则你坐在这个缆车上面，如果看到这整片的公墓，那也效益不大。缆车路线确定之后呢，缆车沿线所经过的巴黎公墓，我们就会开始逐步的进行迁建计划。新北市管理局20前往8里赤土夹军事溪道来会勘，希望未来会当转型做观光景点。若是民众针对8里要来起流浪的代志，嘛拢真期待。像我自己从高雄来的，我觉得这一趟应该都还不错，就变一个特色吧。观光客啦，游客啦，到这边来，我们的营业会比较多一点。新北市嘛伫咧高雄规划台车串联高雄、金瓜石甲水南洞路线的避开污染管制区，而且嘛欢迎民间投入去提案，透过2个案件串联即马所有的旅游地点，来打造2030年新北旅游圈。侯友宜嘛计划预计2024年完工的淡江大桥，未来跨年的时阵嘛要来放烟火。在淡江套的这么重要的指标，这些意向要让全世界看得到。过年过节实施各项的庆典活动，就像澳洲雪梨一样，也让全世界看得到，这是新北市的骄傲。这个举动嘛，叫外界认为讲是要拍破过去双方伫咧耶诞社甲跨年一人办一场活动的规则。针对这个代志，台北市关团局长老叶定是回应讲，101烟火是全世界拢知影的跨年大节目之一，相信是无通向代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咱国内旅游是在噗，伫南投溪头的自然教育园区，去行踏的人也变真多。今仔7月就27万5千多人去遐，园区的收入唔但无增加，地方也埋怨讲塞车甲环境污染，要求园区就要调整计划来控制旅客数量。塞车的车是排队排甲落长，愈晚溪头园区游览车是愈来愈多，塞车塞甲袂顶袂动。要若是去到园区，人嘛是客甲吵。南投的溪头，便若到休困日，都是人甲车强要客袂过。老大人的优待票只要10块，所以真侪有会的人来遮佚佗。65岁以上吼，拢遮退休的你知道吼，拢坐游览车来嘛。上主要因都污染弄到路过乡安尼尔你。地方认为，因为游客造成塞车甲环境的冲击，除了按算设收费管制站，嘛要求园区依计数来压制数量。根据台实验林管处统计，溪头为今年5月份开始，入园的人次直头增加。今年7月份有27万5111个人，比去年同期24万2000多人，还阁增加真济。不过园区的收入连倒是减200多万。园区这边按算取消军公告优待票的计数。在10元的特惠票这当中，目前确实是园区入园人数的最大众，这个族群的人数，目前是以每年以3% 的人数在逐步增加。
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表示，今年来佚佗的人次超过2016年7月份的历史记录。迄当阵65岁以上的老大人会当买10块的犹太票，是占25%。不过今年7月份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36%拢是会当买10块的犹太票，而且内底还佫有包括保险费，还佫有税金。学者认为讲，应该好好检讨票的计数。整个客源结构应该是相近的，好会有这样的原因，可能必须要深入来了解原因。好，那第二个的话是说这个园区的经营。学者认为讲，10块的犹太票，甲一般的票200块的计数，比例实在是差伤济，若无法度因应园区的成本。这年岁较大的族群嘛会伤过集中，伫咧无违反老人福利法的规定之下，建议应该爱部分外包来经营，而且针对无共款的客群提供收费的服务，才会当得到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中国的灾情。今年长江的第5批大水，甲嘉陵江的第2批大水，这2江大水，这2日伫四川的重庆合作伙，这大水的水位高度也是这40年来上界悬的。伫长江的三峡大坝也甲水闸门全部拍开，重庆有要到2万间的店家变作是江洋大海，大约有26万人受到影响。长江2020年第5号大水来啊，20载起三峡大坝启动在一空来下水，场面是真壮观。这嘛是三峡大坝起库以来拄到上大的水，大水的入库量每1秒是75000立方米，下水量每1秒是49000立方米。调度了这个包括金沙江中游和这个金沙江支流亚龙江梯级，还有金沙江下游这个梯级水库，一共拦蓄了大概是50亿的洪量。长江甲嘉陵江2个大水19做伙通过重庆，前一波还未退，后一波就过来，重庆变做上大的灾区，真侪位的码头甲溪区的所在拢淹掉。20载起，重庆春潭站的水位是超过192.55公尺。重庆的地漂朝天门下骹是淹大水，水面敢若差1公尺，得淹到万江门的顶悬，在面无用你搬物件去悬的所在避难。水情通知之后，我们马上到家。水现在涨得很快，预期不到。我5分钟我测了一下，40分钟已经涨到6厘米了。前往嘉陵江的磁器库高点，拄悬的所在看到起被大水包围，那就是孤岛。根据中新网的报道，重庆有2万间的店头起用淹掉，近期安置13万人，预计20万人受到影响。四川乐山前日才打做大水，25通桥区那就有化工厂的毒气漏泄，全区是冒烟散雾，真侪穿蓝色制服的员工是鼻仔甲嘴往地来进行疏散。消防车甲环境局的人员来现场搜查。梧桐区官方的微博说表示，无查到任何火灾、爆炸也是毒气漏泄的状况。整个梧桐桥区没有人回家期间发生爆炸。梧桐桥生态环境局开展应急监测，所有监测的相关指标均未出现超标数据。有中国的媒体发现，早就伫咧18节甲梧桐区慢慢出现过无正常的烟，那是一间影像公司是讲，民众看到的烟是安全系统正常伫下压力，有关单位也搁伫咧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德国的柏林伫当地时间19暗时发生有人故意驶车，甲人撞汽车，搁撞奥多拜事故，也造成6个人受伤，甚至有性命危险。警方也抓到这个查甫人，怀疑这位嫌犯有精神异常的问题。高速公路顶悬拢是警察车甲救护车，后壁阁有真侪台车横吊伫咧国道顶悬，袂顶袂当。德国当地19暗时，柏林高速公路顶悬一台轿车超过去弄真侪台机车甲汽车，造成6个人轻重伤，其中一个阁有性命危险。2 Motorradfahrer gerammt, ein PKW dabei gerammt und noch einen weiteren PKW gestreift, nach derzeitigem Stand der Erkenntnisse. 柏林检警调查，嫌犯是一个30岁伊拉克籍的查甫人，那就跳过去攻击国道的用路人，一直到弄到一台汽车了后，伊的车才停落来。不过嫌犯落尾伫车内底摕出一个钢骨的箱仔，放伫汽车的车顶，而且佫讲箱仔内底有爆炸弹。Die Hinweise auf eine terroristische Vereinigung, dass ein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angehört, die haben wir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wird alles abgeklopft, selbstverständlich wird auch abgeklopft. Auch da haben wir noch keine Hinweise derzeit, ob es möglicherweise weitere Personen gibt, die eine Rolle gespielt haben könnten. 嫌犯落尾去互赶来警察抓起来，甲箱仔拍开了，发现内底敢若一般的工具，若是嫌犯的言论，嘛，互警方怀疑伊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分子，而且若就有精神疾病，已经甲伊拘留来进行侦讯。若是这件车祸，嘛，互超300外的人横吊伫咧国道顶悬几个点钟，了后才恢复正常的通车。记者综合报道。
罗西亚上届重要的反对派领袖，也就是总统普京的死对头眼中钉纳瓦尼，伊伫19暗时中毒，好亲像是去用下毒，目前是昏迷不治，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治疗。目前44岁的纳瓦尼19对西霹利亚要飞登去马斯克的半中途，好亲像伫飞行机顶头有啉一杯红茶，就睡无爽快，落尾就是死昏昏去啊！怀疑是去放下毒，飞行机也紧急下降，甲伊送去急救。纳瓦尼是目前罗西亚上届有号召力的反对派领袖，也是普京的眼中钉、马中刺。长期以来，拢指控普京政府是全部拢是贪官污吏，伊也发起反对行动，也因为安尼坐驾真侪摆。讲到美国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伫当地时间19进入到第3天的议程，即讲真侪党内大挑，好亲像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加前国务卿希拉蕊拢发表演说。不过大会的上届高潮，由原是互拜登点名做副手的贺锦丽，正式接任着民主党甲伊提名，成做副总统的候选人。25-year-old Indian woman, all of 5 feet tall, who gave birth to me at Kaiser Hospital in Oakland, California. On that day,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never imagined that I would be standing before you now and speaking these words. I accept your nomination f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捌做过美国 NBC、ABC 甲福斯新闻网的资深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伫咧评论民主党大会第3天的议程当中指出，贺锦丽接受提名演说，特别讲到家己印度的妈妈，确实是规个过程当中上有感情的重点。For close to 4 years now, he has shown no interest in putting in the work, no interest in finding common ground, no interest in using the awesome power of his office to help anyone but himself.And his friends. 若是4年前，各方拢对伊真有信心，毋过却失败。希拉蕊搁一解讲到已经确认查无证据的通俄门，也就是民主党一直指控川普是靠交给俄羅斯，而且透過網絡來帶方向，才會伫咧2016年大選當中來勝選。Vote for honest elections, so we, not a foreign adversary, choose our president. So we need numbers overwhelming.So Trump can't sneak or steal his way to victory. 杜希拉蕊的讲法嘛，当看出来，民主党伫也是真烦恼，投票率无法度对着民调领先的部分。川普的推文嘛讲到奥巴马，讲伊伫到今年4月份，民主党伫也大势确定了，才表态支持拜登。川普认为这嘛正是两个人无好，啊个奥巴马头起先并无赞成拜登出来传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推行香港版本的国安法了后，日前也甲一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等人抓起来。美国总统川伫今仔日也讹落黎智英，讲伊是勇敢的人。另外，美国的国务院也宣布讲，正式通知香港政府，会停止甲香港的引渡逃犯等3项协议。大家防疫违反国安法，红掠走了后，即马红放出来的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20因为2017年恐吓记者的案件，佫出庭。这是黎智英顶一日红放出来了后，头一摆出现伫咧公开的场合。美国总统川普捌评论黎智英红掠去是一件真恐怖的代志。川普19佫讹落黎智英是勇敢的人。I hear he's a wonderful gentleman. He's certainly a brave man, and I send him best wishes. 讲到香港即卖的情形，川普讲香港的自由真明显已经互限制，所以甲互香港的经济鼓励措施佫收倒转来。We essentially subsidized Hong Kong by giving them all sorts of incentives, and that's what made Hong Kong, the exchange and business in Hong Kong successful. I've taken it all back. 黎智英伫 Twitter 感谢川普，强调香港无自由就无法度成功。香港已经毋是英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互人感觉真艰苦。黎智英嘛讲，香港立法会延任1年，希望泛民派议员会当留任，成做最后救香港的力量。They should be there. I don't think they can stop every bad deal or every bad bill, but at least they can stop some of them. 美国国务院宣布，19已经正式通知香港政府，结束甲香港的3项协议，包括逃犯移交、被判刑人的移交、甲国际准营运收入、互惠免税待遇等等。香港政府发声明批评讲，美国单方面结束协议，应该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指控美国把香港当作棋子，想要伫美中的关系当中起事。中国外交部23日宣布，香港特区暂停履行香港美国刑事司法互助协定，来反击美国。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娘心肝火，梦见爸母因。伫桃园中坜就一位姓娘的查甫人，伊伫2018年压倒家己老母刣死，佮甲老母的头斩落来，对12楼悬劈对楼骹去。法院一审改判无期徒刑，毋过二审认为讲伊是食毒，食甲失去理智，无法度分辨是非，才甲伊改判无罪。都法院门卡口行出来，面对记者问问题，敢若是细细声的讲一句多谢，就去互卫生局的人员带上车。一个姓娘的查甫人，2018年涉嫌举刀刣家己的妈妈，而且甲妈妈的头等落去社区的1楼，和真侪社区的住户拢惊到要死。一审认定伊食毒致使精神障碍，伫咧案件发生时阵无2百的能力，判决无期徒刑。专案上诉了后，二审是改判无罪，判决被告无罪。在事实当中认定被告确实有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那认定无罪的理由如下：第一点是被告自己承认在案发前有试用安非他命。另外，被告在案发之后，经过采集尿液以及毛发鉴定的结果，他另外有除了安非他命类外，也有试用丙酮类的毒品。合议庭认定，姓娘的查甫人因为长期食真侪种毒品，代志发生之前冒食安非他命甲卡西酮类毒品，根据病医的精神鉴定结果嘛显示出被告伫咧行为的时阵，拄好是卡西酮类物质作用上强的时阵，致使伊失去人脉能力。啊，若是伊的姐姐甲附近厝边嘛拢证实，平常时伊甲妈妈拢好好，欠缺法爱动机，所以适用刑法第19条第1项的规定，行为是因为精神障碍甲其他心智缺陷，致使无法度人脉行为违法之能力者，不法判决无罪，交予通知卫生局负责。2次判决是完全南辕北辙，那这个判决并不符合社会大众认知。那属于我们可以做的部分，我们会配合精神的专科医院，我们的疗养机构做这个最好的专业评估。这个法院的判决怕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所以我要呼吁一般的民众还有青少年朋友，不要误会，你以为喝酒吸毒让自己陷于一个无辨识能力的状况下，就可以为所欲为。针对这件案件，高检署已经决定上诉。若是姓娘的查甫人去卫生局委任医疗院所诊断，若是符合转院的条件，会安置伫咧院内急症病房。一般病人超转院6礼拜至8礼拜，治疗了这个转去慢性病房、复健机构等等。若是无符合转院的条件，会搁请卫生局交予护理机构等等的院所来管理。毋过诊疗进前，地检署向通知姓娘的查甫人，因为案件去用判1家，互评估暂停。这个个案它还有相关的拘役必须要执行的部分。所以待会地检署这边呢会派人来将个案带走。姓娘的被告挂卡了手铐，移送桃园地检署，因为伊进前犯伤害罪，向判55天拘役，必须要执行好了，后续才会当进行精神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捷克参议长韦德奇8月30日会带团来访问台湾。外交部伫今仔表示讲，捷克访问团所使用的防疫规格会比美国、日本访问团更加严格。捷克访问团上菲律宾之前爱采检1摆，到台湾了后又搁爱采检2摆。包括全团在登机前3天之内要先进行采检，结果要阴性，他们才可以上他们才可以登机哦。那他们第2次是在他们入境到我国国境的那一天，当天的时候又会再采检1次，这是第2次。第3次呢，会在他们的访台期间的时候会再采检1次，所以总共是第3次。捷克参议长受到立法院长尤锡坤的邀请，会伫8月30到9月初4带团访问台湾。规团大约有90人，其中有 Prague 市长何立，也有学术界甲产业界的头人。毋但是使用包飞机的方式来台湾，而且伫台湾也是做伙行动，也着爱挂嘴暗。受到疫情影响的英国伦敦 Heathrow 机场宣布讲要推出快速体检机制，若阵体检因2摆拢是阴性的，就会当提早解除隔离。另外，澳洲10倍要甲一间药厂签同意书，若阵因所开发的武汉肺炎疫苗是有效的，全国的民众中会当免费注预防针。
英国伦敦上步营的希斯勒机场10号宣布提供一项快筛服务，会当大大缩减旅客隔离时间。这项体检服务设置伫第2航站，大家会当执行超过13000摆的体检，几啊点钟来就会当知影结果。Passengers will pre-book a test. They'll work with their airlines. Once that test has been done, they will be given another test to take home with them. So they'll take that test home, and then a few days later, they will do that test themselves. They'll put it in the post. We'll put it to the labs. Providing that test comes back negative, then they will be free from it. 也就是讲，2摆的体检拢过关，就免隔离14天。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政府无为希斯罗机场的这项防疫计划背书，也毋过坚持当甲各机场合作，找出缩短旅客隔离期的方法。希斯罗机场今年第2季旅客减少96%，就半年营收减少85%，大约损失11亿英镑。要呼吁政府推机场快筛，以缩短旅客隔离期限，以免旅游经济崩盘。天主教教宗方济各10号表示，为了人类全体福祉，呼吁富裕国家唔通囤积新冠病毒疫苗。Sarebbe triste se nel vaccino per il Covid-19 si desse la priorità ai più ricchi. Sarebbe triste se questo vaccino diventasse proprietà di tale o quale nazione e non sia universale e per tutti. 澳洲政府10月宣布，已经甲一间药厂签订意向书，一旦确认疫苗有效，将免费提供予2500万人民使用。这间药厂阿斯特捷利康是甲英国牛津大学合作，顶个月表示实验数据相当袂歹，已经展开大规模人体实验。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人的工作无稳定，就有人想讲用其他的机会来赚一寡外劳啊。伫咧台南，就一个诈骗集团利用投资赚钱真快速做口号，骗投资者来投资。一开始先互因食红食较济，投资者贪甜就随下重本，落尾也去互骗了了。警方掠到这个诈骗集团了后，才知影讲有上百人去互骗去啊。霹雳小组提破坏器具对准大门窗啊，就是讲搁卡，将玻璃讲碎了后，另外一组人马爬上2楼冲入机房，将密伫电脑后壁的骗图一一制服。那我们总共派出了8员的霹雳小组及我们刑事人员，总共16人进行攻坚。在豪宅里头，他们是用就是这个电脑上网然后这个跟这个被害人进行诈骗。警方对查某集团才发现，这个集团机房藏伫台南市后壁区，将嫌犯一网打尽。警方调查，诈骗集团看准疫情严重期间，民众找头路无简单，就伫民策社团铺文应征线顶作业员，讲是工作薪水好，吸引被害人入群组。刷落来，伫安插20几位暗中讲家己投资快速获利，骗被害人家己假的投资平台，3天内先互投资人获利正甜，最后佫利用人性弱点，强调开钱上课都会当得到明白，赚佫较侪钱，使被害人投入大笔的金钱，却是血汗钱去了了。经清查，这个被害人大约有100多人。那我们目前找到的被害人是25人。那这25人总共被骗了大概500多万元。被骗金额最高的是一位女性，她被骗了70万元。警方逮捕主脑姓地查某人甲其他12人，以诈欺罪嫌移送地检署，也超出56万骗的钱，工作规范甲保密协议书。闸口的这5台高级轿车，毋但是嫌犯逮捕工具，更加是被害民众的血汗钱。警方提醒民众投资，若讲有纪律，都应该多方面的纠正，毋通小贪，煞赔偿家己的辛苦钱。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鹿港的权益，有一位送配邮便师，因为不满津贴加薪水的算法，就对中华邮政提起诉讼，要讨薪水。日前台北地方法院也认定讲，津贴加奖金是薪水的一部分，袂当因为休假就照比例扣掉，就安尼爱补予这位邮便师5000多块。今年2月，一名姓王邮差因为不按中华邮政津贴发的方式，而且年度特休无休完，也无付薪水，各上法院定期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出来，认定津贴应该直接工资补发，特休假无休完也应该算工资。判决中华邮政应该给付这名邮差拢总5259块，成为8年邮政史上黑米对抗大海翁成功讨回薪水的第一人。因为长期以来就是有部分邮工他会去主张，但是多数的邮工可能就是想说扣了就扣了，弹力出来了，当然
总公司他一定要遵守这个判例。根据中华邮政规定，来勤堂口除了本身，逐个月也阁有专勤奖金甲营管津贴；外勤邮务士除了本身，也阁有收到加急、驾驶加急、专勤奖金、营管津贴等。逐个月扣除例假日等休困日，那另外请假超过6天，津贴将按照出勤比例发放，而且奖金甲津贴也无纳入工资项目，引起部分员工不满，反映争回。这类津贴属于经常性的薪水，工资袂当无法。工会估计，符合这挂状况的员工超过2万人，恐惊引起万人讨薪水的风暴。我们会审视这个判决的法律的见解，加以研究。如果它是个同案性质的看法，那我们就会规划对其他的同仁也一体来适用。中华邮政强调，所有刑事结果拢是依法处理，个案部分会配合执行。另外，敢是需要同案检讨，适用伫全部的员工。会个研究法律适法性，确认无问题，就会执行，无需要靠工会集体诉讼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39届行政院文化奖是颁发予人间国宝，也就是布袋戏艺术陈锡宏，以及着推广打击甲培养人才朱宗庆。下晡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亲身颁奖。戏红仔毋是干那是红仔，是家当做是人，伫咧国宝大师陈锡宏的手里，关公的大刀是真威风，而且关刀起起落落，气势真霸甜。今年90岁，陈锡宏伫咧布袋戏世家出世，爸爸是真有名的国宝大师李天禄。虽然伊是对妈妈生，毋过伊的一生投入去传统表演艺术，阁有传承。啥物人想要学，就教啥物人。20日得行政院颁奖的文化奖，伊嘛真感谢所有来看戏的人。我要来解谢多谢，安怎谢多谢？若无咱遮观众来甲咱看戏，咱潘的人对，咱这传统的物件，当然是一直保持啊。今年得到行政院文化奖肯定的，阁有真表示伫推广打击乐、培养人才的朱宗庆，伊下愿要互打击乐变做台湾的名产。若是一路50年以来，伊上感谢的就是伊的爸母，迄当年放手互伊来去追求伊的理想。大多数人的观念认为学打击乐是一个没有未来、没有出息的行业，但是我的父母竟然相信我。两个得奖的人伫家己的专业领域拢有真重要的地位，嘛真表示伫看家后辈。若是这个奖项是国家最高文化的奖项，下晡是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颁奖牌甲证书，阁有100万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趁着旧历7月会去到新竹的城隍庙参加家家消灾仪式，希望伫咧城隍爷面头前总解总写。主办单位也规定讲，今年全部拢爱挂水暗，民众也真配合。鼓吹声一响，2600个为全台湾来的信徒，分书顶排纸做的家，参加一年一届的家家活动。今年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虽然外口天气是真烧热，不过民众为了防疫，也是有专程挂翠暗。主要就是祈求城隍就帮忙消灾解厄这样。对。会不会觉得戴口罩这样很对？防疫阶段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应该做的，再热也是要戴。对。稍微讲话会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为了防疫，大家还是把安全顾好。庙方表示，牙家是信众为了消灾解厄的一种传统仪式，透过牙家甲烫家。上定解除过去一年的罪过，祈求明年会当顺利。现在改成纸的啦，那纸做的这个纸夹，台语叫牙给，牙就是扛着的意思，给就是枷锁的枷，所以呢是挂上去，你就不能脱下来，因为城隍爷还没有赦免你的罪啊。让阴阳之功落座以后，大家就开始来念书文脱枷，把你的枷脱掉，代表你的罪恶被赦免了。从1月到今，牙家仪式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当年拢会伫咧旧历7月份举行，参加的人数是一年比一年还佫较侪，会当讲是新竹地区当年拢会办的大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日前有救到一只乌熊猫，复原了后，放伊登去深山哪来的时阵，有伫个身躯顶装追踪器，落尾发现讲信号无伫咧震动，现场单位去找才知影讲乌熊猫甲追踪器拔落来啊。看到了。
13台东林管处的工作人员前往中央山脉海拔1800公尺的山区来敲找这个月初7野蜂登去森林的金边熊猫的脚印，结果刚才伫一位真假的山脚树茎，发现野蜂的时阵挂伫咧熊猫阿妈菌的卫星发射器。好，看到了。工作人员翻到熊猫的状况，扩大敲找了后，无发现讲有哪像熊猫尸体物件，判断讲熊猫可能敢若是无信业讲阿妈菌有挂即个卫星发射器，转来甲伊救落来。台东林管处嘛认为讲这是一个好现象，代表熊猫伫咧4月份去互限制伤害的前口已经完全恢复功能。那这个颈圈是完整无缺的。如果它能够用伤愈的前肢把颈圈整个拉掉的话，表示它恢复的状况应该也不错。台东林管处表示，这只熊猫已经是大只的，袂有野外适应无好的问题，而且熊猫的身躯还有顶耳漂，会利用山区道的红外线摄影机继续来追踪。另外，台东林管处佫发现5月份野蜂的公园翕目镜，目前身躯道的卫星发射器有继续传转来，一直咧海拔1000公尺到1800公尺的关山区来活动的行踪，嘛显示公园翕目镜的活力真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北非的白犀牛是全世界强要断种的动物之一，研究团队也对2只犀牛母身躯内面的2槽提种出来，希望透过人工的方式，让这白犀牛会当继续生存落去。好咧，望这只犀牛母的面甲安大，那操作仪器，科学团队当咧为北非白犀牛的体内甲卵子取出来。那真甲法图是目前全球上尾的2只母的北非白犀牛。2018年，全球上尾一只公的北非白犀牛，苏丹过身了后，要互这种强要断种的犀牛，搁生存落去，就敢会当透过人工繁殖的方式。韩国研究团队10八伫肯亚奥佩杰塔自然保护区顺利取到10个卵母细胞，就开始甲时间走标，会空运去意大利的实验室做人工的受精。If you want to start a population of a northern white rhino, one baby is not enough. You need as many babies as possible.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would like to repeat the collection of eggs, let's say every 3, maybe every 4 months. It would depend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females in all vegeta. 因为纳金甲法图拢无法度有新，研究团队表示，会甲取出来的卵子，甲进前冷冻起来，讲的北非白犀牛的精子结合，另外选一只母的南非白犀牛来争做代理孕母。北非白犀牛甲南非白犀牛是真接近的物种，除了大的所在无共款以外，分属的特征嘛有淡薄仔无共。不过，这2种犀牛伫咧生物的历史上捌19生团过。所以研究者认为讲，南非白犀牛会当借白予北非白犀牛，有心一直到9月的时阵生产。不过因为因子宫头的形体，地输胚胎放入去犀牛体内的时阵是真困难，而且放入去的时间，就要甲代理孕母有法度有新的时间爱共款。也若人类到大，也无法度检测出真准的时机。I have to admit that we might not succeed fully with having a new northern white rhino population, but these methods that we use and that we have developed, even if they wouldn't help northern white rhino to survive, there are definitely other species that could profit from the knowledge that we gain, during this scientific research. 50年前，有人伫咧非洲世界乌白掠几千只犀牛，拢是为着取犀牛角来创犁头，佮加上当地内战不断，地属北非白犀牛的数量减少真济。科学团队望10年后，会当建立家己会当生团的北非白犀牛族群，互伊伫咧原本生活的所在继续繁殖生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台湾伫2026年就会变做是超高龄社会，老大人会占台湾人口的20%。不过伫假期就真侪砖头，因为老大人已经超过50%。咱也做来看即寡伫故乡的老大人是安怎过生活的。老大人对音乐做伙叮当，大家拢真投入。这时段平常时啊，大家拢到社区的长照站来报道，年会也记录身体状况，确定有安真诶无活动的安排甲正心息。安尼，大家安尼搭伫遐活动，伫遐休啊，讲话安会投机，啊，伫遐安尼有讲有笑吼。大概平均的年龄拢差不多咧85岁吼，所以第一吼老化一定是有的嘛，一寡慢性的疾病其实嘛是有。这是嘉义县老化指数上悬的庄头，义德乡的溪洲村。啊，你讲要叫我去乡下面的大口有可能？
家己一个人住的76岁时大表示，敢若看因兜的三合院，上侪人的时阵住30外岁，即马敢若剩3个人，搁住3位。咱来过老人的孤独的生活，安尼惯势就好啦。好健康，就等于咧甲少年汉钱。偏向人口流失，地方产业的经营形态嘛伫咧转变。伊伫即块日啊，真一田拢已经签好小地主大地农的计划。毋过，未少年岁已经超过80个农民，依然是坚持逐工要去做事。咱家种即个玉米尔，饲料玉米啊，算做咧拄好，无啥够成本啦。溪州村上侪人的时阵超过1000人，即马在职的人数虽然有500外人，也毋过真的住伫咧当地，敢若有270人左右，老大人就占150人。这时代坚持倒咧砖头修复祖产甲厝地。咱用落来，你毋通搁地去啊？差不多啊啦，即马一宿大家砖头拢共款安尼啊啦，有出去无倒来，啊即马就是讲你看砖脚有啥物改变。有啥物方式会当倒外流，会当过来当装安尼。高龄的社会毋若发生伫家己，根据国发会上新的数字，台湾人口今年开始逐年会减少，伫咧2025年会变作是超高龄社会，老大人的人口占全部的1/5。毋过伫咧家己偏乡真侪砖头的状况，老岁仔人的比例早都已经超过50%。嘉义县目前这个情形啊，是台湾的缩影啊，变做讲吼，嘉义遮这个。所在吼，咱安怎甲因应吼，会变做一个最重要的迄个参考经验制度啦吼，法律啦吼，还是讲咱产业啦吼，免啊去配合要来调整吼。台湾超高龄社会这粒电视的躁动啊，时间长咧走，比你我所想的拢紧真济。虽然政府有放出长照的计划，老岁仔人互相照顾等等的政策，也毋过实现的基点感受会到极限砖头，甚至是灭村的速度，需要咱继续来关注。记者尤伟珍、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伫咧学校有无期课程，连囡仔所参加的营队也已经有全台语的哦。那训练囡仔伫生活当中爱讲无语，上界重要的是爱较接讲无语。已经歇热，这群小学生参加营队，对老师买起学校对面市仔的柑仔店。柑仔店内底啥物物件拢有，囡仔四界看，挑战用台语买物件。这个23啊，那里16块。来，你过来。踅柑仔店买物件，唔但爱会晓讲，嘛爱会晓写台文。刷落来去买凉水，共款爱会晓讲台语，才有通啉。囡仔较无惯势讲台语，啊，毋过无要紧，就透过这个活动，去愈来愈惯势，会知哦，台语真好用。考台语认真。台语做好耍。高雄市林州国小今年头一摆举办2天的台语营队，老师用轻松的方式教台语，有这阁有了，囡仔拢感觉真好耍。另外一间学校光华国中嘛有2礼拜的台语营队。学生先练习发音，刷落来分组上台用声音搬戏，因为因爱录家己的有声册。每一个钟头举本机对人的一款比赛，后来变成各钟头来人赛。为着这本有声册，老师先带学生林北附近临港线铁路甲路中庙，互因家己画世界图、写乡土故事。这款的台语营队，嘛有国文老师带查某囝做伙参加。学校的闽南语课程是有限的，他很喜欢，他每天回来就是在背那些闽南语课本上面的课文啊，唱那些歌。囡仔会当嚟阮遮学到遮，不管是母语啦，或者是讲伊会当写剧本，会当来做一本家己的册，吼，这个能力未来会当扎转去。不管台语有练转无，学生练习搁练习，大声念出家己写的故事，最后老师搁会拍影片。这么特别的有声册，应该是因今年歇热上好的纪念。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回来看。北部地区对25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
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化先。咱今仔日要绍介的这句是定定的，互人误会是热天的处暑。处暑汉字写作处暑，罗马字写作此有处，此有暑。处第3条，暑第2条。这季行到处暑，就算是秋天。不过这时的天气要是定定的热到挡袂牢，咱就会讲这是秋后热。古早人讲处暑拍死鸟鼠，就是形容这时雨水较少，空气较干燥。这段时间人定会伤热伤干，身体欠水分。产生无舒适的症头，中医就把这叫做秋燥。处暑的来啊，真把水，当好食，夹一喙，迄甜甜的汁就随走出来。哦，镇燥、化痰、清热、解毒，有效。这个季节鱼啊，真侪款。家人的渔船啊，拢会伫暗时出海钓小竿啊。喺海面吼，渔船啊满满是，逐只船啊点电火，要甲小竿啊乘过来的画面，真正有水。若是用农历去看，7月时拄着处暑，这时真够风台，所以古早人讲6月久，7月风台舞，嘛讲6月风台，7月水灾。大家爱随时注意气象变化哦。六、处暑、秋后热、秋燥、把水、小竿啊、处暑拍死鸟鼠、6月久，7月风台舞。6月风台，7月水灾。处暑伫秋天，要是烧烘烘、热翕翕，所以无代志就加啉茶。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收看咱的节目。